欢迎收听7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施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第8章4到17节。耶利米书第8章4到17节，在今天呢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上帝吩咐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这样说：人跌倒了不想站起来吗？人迷了路不想回头吗？我的子民啊，你们为什么背叛到底，一去不还呢？你们紧抓住偶像，不肯回到我这里来。对啊，就常理来说，一个人跌倒之后，不就是要站起来吗？一个人若迷了路，不就是找不到路就回头吧？可是为什么上帝的子民却在这个地方背叛他，拜偶像，不肯回到上帝的面前？甚至上帝他细心的聆听，但是没有人说出心底话，没有人感觉到自己做的是恶行，为此忏悔，也没有人自省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每一个人都一意孤行，好像这个战马到这个战场上奔驰。在这里，上帝叹气了，连这些季节性的候鸟都知道什么季节应该要如何迁移，可是上帝的子民啊，竟然不懂得上帝的法则。我们怎能自夸我们是聪明？我们怎能说我们明白上帝的法律呢？其实讲到这里，人会到了一个关头，仍然不悔改，可能有什么阻碍了他，没有办法敞开。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今天在这里说到的，有可能是因为法律被诡诈的经学教师修改了。我们的聪明人蒙羞，惊慌失措，拒绝了上帝的话，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呢？一个罪恶的世代，或许是因为有人陷入罪恶，也或许是因为有人领受错误的教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是这样发生。不过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指到，连先知和祭司也都欺诈人民。他们看见百姓的创伤，竟然不觉得怎么样。他们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的。所以在一个教导错误，或者是根本没有谦卑的来学习上帝的话的情况下，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罪行？怎么知道自己走偏了路，然后能够回转过来呢？其实在这里，虽然耶利米是讲到这个领袖带领的问题，不过这其实是一个群体的状态上下如果这个是真的是在位者有许多的不完全，其实在下者也可以一起来由下往上的来带动，来影响，用合乎上帝真理的方式。我们看见耶稣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啊，他到这些有罪的人当中，卑微的人当中，与他们在一起，然后做一些由下往上影响的事，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有影响力。可是啊，这个世代耶利米世代的这些人呢，却是不相信、不听、不悔改，还领受错误的教导，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一起活在不愿意悔改的状态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经文最后才讲到，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方。他们虽然期待和平，可是却是要饱受惊慌。而这个敌人呢，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北方了。这个但来到他们的北方了，来到这个地方呢，要怎么样？准备来摧毁这个地方，并且要警告他的子民：看啊，我要把毒蛇放在你们中间，用符咒也不能驱走他们，他们要咬伤你们。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危险、会受伤的一个场面。当人不愿意回转向神，一意孤行走自己的道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上帝
不一定有惩罚我们，可能在我们寻求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寻求那会让自己好像遭受惩罚的道路。我们更需要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谁能自夸自己聪明呢？谁能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教导完全正确呢？唯有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调整、分辨，不断的照着去行，我们就会知道那生命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人怎能自夸自己聪明呢？主啊，若不是出于你的话语，没有人是真实有智慧有聪明的。主，是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活出那永恒的智慧跟真理。主，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声音，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分不出这是道理还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辨识，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成长，也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就像今天经文里面说到的这些以色列人们，主啊，真的是活在错误的教导中，也恳求主你来光照我们所领受的教导，光照我们的内心，叫我们用谦卑的心领受从主来的真理，用受教的态度来回应主你的话语。谢谢你持续带领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